成日出街食嘢幫襯開快餐店嘅朋友，我問你一句，你有冇發覺而家香港嘅飯真係越食越貴，越食越差？以前一杯凍飲、一碟叉燒飯，簡簡單單已經夠晒滿足價錢親民。而家唔好講正餐，淨係下午茶食個快餐套餐，隨便都要40-50蚊。如果你想食個鐵板餐豬扒飯，再加杯飲品，隨時60-70蚊起跳。最離譜係價錢年年加份量，年年縮，質素一日比一日差。如果你以為只係通脹成本上漲咁簡單，咁你就太天真。今日我同大家撕開表面嘅假象，講一個香港飲食界唔敢公開講嘅真相。而家大家樂美心，呢兩大本地飲食巨頭，一個明住業績大跌都瘋狂派息掏空公司，一個狂開嘅巨型旗艦鋪，全數變無底深潭，年年燒錢。呢兩間曾經代表香港穩陣到被視為市民食堂、散戶避風塘嘅龍頭，點解會突然間集體暴雷？背後根本唔係經營問題，係大股東早已睇死香港後市，緊鑼密鼓部署離場、套現、轉移資產。今日我哋由消費體感、財報數據、資本操作時代結構四大維度，徹底拆解香港飲食業正在經歷嘅8級大地震，同大家睇清香港經濟最真實、最殘酷嘅一面。熟悉香港飲食市場走勢嘅人都知，以前本地連鎖快餐加價，從來都有跡可循，好有分寸。原材料漲價，通脹升溫就輕微調價，市場穩定，供應鏈正常就維持原價，加價節奏溫和，完全貼合普羅大眾嘅消費能力。但係近幾年本地餐飲巨頭嘅加價手法變得極度激進霸道，價錢一路飆升，但食物質素、用餐體驗不升反跌。呢種反常現象絕對唔係單一門店管理失誤，亦都唔係單純嘅通脹問題，而係成個行業頭部企業陷入結構性絕境嘅集體縮影。只要我哋跳出普通消費者嘅視角，深入拆解企業財報、資本操盤邏輯同埋市場結構性變局，就會發現呢場加價減質嘅風波背後係香港飲食界數十年未見嘅深層變局，藏住大股東精心佈局嘅資本暗戰。喺香港大眾餐飲體系入面，大家樂絕對係殿堂級嘅標杆品牌。紮根本地市場幾十年，靠住高性價比、全港覆蓋嘅門店網絡、穩定高效嘅出餐速度，成為幾代香港市民嘅日常食堂。無論基層打工仔、普通家庭、職場上班族，都視大家樂為最穩陣嘅民生剛需餐飲選擇。過去咁多年，大家樂一直被市場奉為香港最堅挺嘅抗通脹飲食巨頭，同主打高端宴席、商務應酬嘅高級酒樓唔同。大家樂深耕大眾消費賽道，幾乎唔受高端經濟波動影響。經濟興旺嘅時候，市民外出消費意願強，門店營收穩步上漲。經濟低迷嘅時候，中產階層縮減高端餐飲消費，轉頭幫襯性價比更高嘅連鎖快餐，反而托高大家樂嘅客流同業績。正係呢套逆市抗跌、穩賺穩守嘅經營邏輯，令大家樂不止成為市民食堂，更加變身港股市場頂級嘅防禦性收息股，深受散戶投資者、退休長線投資者嘅追捧。喺好多人心中，買大家樂股票等同買穩陣保值嘅保障。過去長長一段時間，大家樂嘅投資邏輯簡單清晰、零風險，被無數投資者認定為幾乎唔會輸錢嘅優質標的。食係人生剛需、民生根本，無論宏觀經濟好與壞，香港人始終要食飯。呢種剛性需求撐起咗大家樂穩定嘅營收同充沛嘅現金流。對於追求穩健、規避風險嘅長線投資者嚟講，呢類綁定民生、現金流充足、分紅穩定嘅企業性質同公用股一模一樣，股價波動細、收益穩定，係對抗通脹資產保值嘅最佳選擇。當年市場共識高度統一，大家樂憑借無可替代嘅民生屬性，築起堅不可摧嘅經營護城河，業績同股價嘅穩定性，遠遠拋離一眾普通消費類上市公司。但係呢個延續10幾年深入人心嘅穩賺神話，而家已經徹底破滅不復存在。對照大家樂最新公布嘅全年業績同中期財報數據，一條斷崖式下跌嘅盈利曲線，赤裸裸呈現在眾人眼前。集團整體淨利潤大幅倒退近30%，中期業績更加一度暴跌60%以上，盈利受壓嘅嚴峻程度遠超市場預期。按照正常商業邏輯，當一間上市公司盈利大幅收縮，經營壓力暴增，管理層同大股東嘅唯一選擇一定係保守經營、蓄力自救，留存充足資金應對行業寒冬。呢個係全球資本市場通用嘅風險生存法則。但凡成熟、負責任嘅上市公司，面對行業寒冬利潤下滑，
都會遵循3套標準自救動作。第一，收緊現金流嚴控，不必有開支，儲備充足資金打持久戰，規避資金鏈斷裂風險。第二，主動縮減股東分紅，將更多留存利潤投入產品升級、門店翻新、數碼化轉型，透過降本增效優化經營，重塑市場競爭力。第三，現金流充裕嘅企業甚至會回購股份，穩定股價，提振市場信心，守護中小股東權益。呢一套操作係資本市場判斷企業管理層是否靠譜，企業是否有未來嘅核心標準。但係大家樂嘅資本操作完全反其道而行，反常到令人心驚。喺整體營收疲軟、主業增長乏力、淨利潤大幅倒退嘅情況之下，公司依然維持超高比例嘅派息政策，全年派息分毫不減，部分季度嘅派息比例更加遠超當期實際淨利潤。根據專業金融機構精準統計，大家樂部分財年嘅派息率突破人皮20啦。呢個數字背後嘅意思，好多散戶根本睇唔明。公司一年辛辛苦苦做生意賺到嘅利潤，根本唔夠俾股東分紅。多出嚟嘅所有股息，全部係抽取公司過去幾十年積累嘅留存利潤、帳面現金儲備嚟兜底。喺財務專業角度嚟講，呢種操作叫做全量透支式分紅，絕對唔係企業經營向好嘅利好信號，反而係最危險嘅預警。正常分紅係賺幾多分幾多，靠主營業務增量利潤回饋股東；而超高透支式派息係企業明知主業冇增長，未來冇前景，索性放棄長線發展，提前套現離場。但係大部分普通市民、散戶投資者完全睇唔透呢層真相，一味被高息穩陣嘅噱頭迷惑。喺港股市場，高息股向來係長線投資者嘅心頭好，穩定分紅、股價波動細，完美契合大眾穩健理財、資產保值嘅需求。於是好多人盲目跟風入市，以為執到優質防禦資產，殊不知自己接住嘅係大股東拋售風險、掏空公司嘅燙手山芋。想要徹底拆解呢個反常操作，就要先睇清大家樂嘅股權結構同埋管控底色。大家樂雖然係港股上市嘅公眾公司，名義上接受市場監管全體股東負責，但本質上依然係高度家族化管控嘅企業，由本土老牌家族牢牢掌控核心話語權。創始人家族連同一致行動人長期持有公司40%以上股權，部分時期持股比例接近50%，高度集中嘅股權令大股東家族成為每次派息嘅最大贏家。超高比例分紅得益最多、獲利最多嘅，從來都係手握大額股權嘅核心家族，而非零散持股嘅中小散戶。只要企喺大股東嘅角度思考，就會瞬間明白呢套看似反常，實質極度精明、理性嘅資本操作。深耕香港飲食界幾十年，佢哋對本地市場嘅真實現狀、未來走勢，遠比普通投資者、普羅市民看得更清、睇得更透。佢哋好知清楚，而家香港餐飲市場嘅結構性危機已經全面爆發，而且係不可逆嘅長期頹勢。單憑簡單嘅門店優化、產品調價，根本冇辦法逆轉大局。而家嘅香港消費市場已經出現極致嘅兩極分化，晝夜反差、週末反差。每日夜晚8點之後，全港各大核心商圈、地鐵上蓋商場人流極速銳減，餐飲區冷冷清清，昔日燈火通明、座無虛席、排隊等位嘅繁華景象徹底消失。最致命嘅係週末同公眾假期，呢個曾經係香港餐飲最旺、最賺錢嘅黃金檔期，而家徹底變冷清。大量本地中產家庭、年輕消費主力，一到週末就搭高鐵、跨境巴士北上深圳、廣州消費。而家每逢週末，深圳各大商圈火鍋店、茶飲店60%以上都係講廣東話嘅香港人，呢個已經成為常態化嘅消費趨勢。持續嘅北上消費熱潮，直接抽乾香港本地餐飲嘅核心客流。週末黃金時段嘅餐飲斷崖式冷清，成為本地飲食業嘅常態。與此同時，香港餐飲嘅固定成本壓力長年居高不下，無解亦無法緩解。一方面，商場租金極度剛性，就算門店人流大減、營收縮水，地產商都絕對唔會主動減租。核心商圈鋪位租金常年維持天價水平。另一方面，本地人工成本年年飆升，餐飲行業招工難，用工貴嘅問題愈演愈烈。喺雲樓咩後廚基層崗位，月薪持續上漲，企業每月要承擔巨額固定人工開支，再加水電能源、食材採購、供應鏈運費持續加價，多重成本壓力層層疊加，不斷擠壓企業利潤空間。比成本壓力更致命嘅係香港餐飲市場競爭格局嘅徹底改寫。
過去幾十年，本地大家樂、美心、大快活等巨頭，憑借壟斷性區位資源、成熟品牌積澱，幾乎壟斷全港大眾餐飲市場，幾乎冇外來對手可以抗衡。但係近幾年，大量內地優質餐飲品牌大舉殺入香港市場，新式茶飲川湘菜係特色火鍋、連鎖快餐、精品烘焙遍地開花。呢啲內地過江龍品牌，經歷過內地極度內卷嘅市場洗禮，喺供應鏈管理、數碼化運營、服務體驗、產品創新、性價比把控方面，全面領先香港傳統老牌餐飲。就算同樣承擔香港高昂嘅租金同人工成本，內地品牌依然可以靠高效運營，做出更平更好食、體驗更佳嘅產品，快速搶佔本地市場，進一步擠壓本土巨頭嘅生存空間。面對呢種全面惡化、長期不可逆嘅市場環境，任何理性經營者都唔會再盲目擴店、追加投資。而家繼續開新店、砸錢升級門店、打造新品牌，只會陷入投入即虧損嘅死局。新增投資唔單止賺唔到錢，仲會不斷蠶食公司多年積累嘅存量利潤同現金儲備。既然深耕主業已經冇增長空間、冇盈利前景，持續投資只會越蝕越多。手握絕對控制權嘅大股東，最理性、最利己，亦最現實嘅選擇就係放棄做大業務，專注套現保值。而超高比例派息就係大股東最高明、最隱蔽、零風險嘅套現手段。好多人會問，大股東點解唔直接減持股票套現？答案好簡單，直接減持副作用太大，風險太高。大股東大規模減持股份會向市場釋放睇死後市離場避險嘅強烈負面信號，引發市場恐慌，散戶跟風拋售，直接導致股價斷崖式暴跌。同時大額減持會觸發證監會監管，引發全網輿論熱議，負面新聞會進一步拖累品牌同經營，最終令大股東剩餘股權大幅縮水，得不償失。但派息完全唔同，分紅機制對所有股東一視同仁，表面上係企業回饋股東、讓利散戶嘅正面操作，不僅唔會引發質疑，反而會吸引大量高息愛好者跟風入場穩定，甚至推高股價。但內裏真相極度殘酷，呢係大股東利用股權優勢合法合規，掏空公司存量現金，轉移積累利潤嘅財技操作。散戶只見到短期高息收益，睇唔到公司現金儲備持續枯竭、抗風險能力持續下降嘅隱形危機。大股東提前鎖定確定性現金收益，犧牲公司長線發展，將所有未來經營風險、市場風險全數轉嫁俾二級市場嘅中小散戶。呢種操作嘅隱患極具滯後性，但破壞力足以致命。公司嘅現金儲備係應對行業危機、突發風險、轉型升值嘅唯一底氣。持續透支存量資金派息，會令企業現金流逐步枯竭。一旦未來遭遇經濟逆風、行業危機突發黑天鵝事件，公司冇足夠現金緩衝風險自救調整，最終只會業績崩盤、經營爆雷。而等到風險爆發、企業陷入絕境之時，大股東早已透過多年高派息完成套現，將資金轉移去海外資產同優質賽道，穩穩保值離場。最後輸到一無所有，承擔股價暴跌、投資虧損嘅，永遠係後期跟風入場、迷信高息神話嘅散戶投資者。如果話大家落嘅危機係隱藏喺財報背後、肉眼難見嘅資本掏空陷阱，咁同佢並列香港兩大飲食巨頭嘅美心集團，面臨嘅就係赤裸裸、全方位暴露嘅實體經營崩塌危機。背靠牛奶國際雄厚資本，美心嘅品牌矩陣、門店規模、市場覆蓋面，絲毫不輸大家樂。喺高端餐飲多元化業態佈局上，甚至更勝一籌。紮根香港多年，美心打造出覆蓋全消費場景嘅完整餐飲體系。高端宴席有美心皇宮翠園坐鎮，大眾快餐有美心 MX 穩定輸出，休閒餐飲特色美食更加囊括星巴克、元氣壽司、西北麵包鋪等數十個知名授權品牌，幾乎覆蓋香港市民。一日三餐所有飲食消費場景，堪稱名副其實嘅香港餐飲王國。過去10年市場行情向好嘅時期，美心一直採取激進擴張策略，大手吸納全港核心商圈。地鐵上蓋超大鋪位，打造數千甚至上萬里嘅超級餐飲旗艦店。呢啲巨型門店大多採用多品牌聚合模式，將酒樓、西餐、快餐、休閒餐飲整合經營，主打婚宴、社團宴席、商務應酬、大型家庭聚餐，主攻大額消費場景。喺當年嘅市場環境之下，呢套重資產大鋪位模式盈利能力極強，彼時自由行客流源源不斷。本地中產消費力旺盛，大型聚餐、商務宴請、婚宴需求爆棚。巨型門店由早市、午市、下午茶、晚市到宵夜，
全日客流爆滿，翻台率極高。就算超大鋪位租金高昂，固定運營成本巨大，但憑借超高客流同規模效應，足以攤薄所有成本，創造極其可觀嘅利潤。呢個就係當年美心敢於力勢重倉，瘋狂開巨型旗艦店嘅核心底氣。但係時移世易，當年所有支撐盈利嘅有利條件，而家已經全數消失。昔日幫美心賺大錢嘅王牌巨型門店，徹底淪為持續虧損、無限燒錢嘅負資產，成為拖累集團整體業績嘅最大無底深潭。深入拆解，美心巨型門店嘅崩塌，源於三大不可逆嘅致命硬傷，每一項都直接斬斷盈利可能，短期完全冇修復空間。第一，租金同營收徹底倒掛，成本收益嚴重失衡。餐飲門店嘅生存根本係單位面積，營收可以覆蓋租金、人工等固定開支。而家美心嘅巨型旗艦店徹底躲拍，蘋果呢個基礎邏輯。北上消費常態化之後，香港週末、節假日核心客流大量流失，巨型門店廣闊嘅經營空間長期空置。昔日排隊等位嘅黃金時段，而家店內冷冷清清，淨係得少量長者飲茶幫襯，成千上百厘米嘅場地白白浪費。但商場租金永遠剛性，唔會因為你客流大減、營收暴跌而減免。核心商圈超大鋪位，租金依然維持天價，最終就形成荒誕局面。門店日日開租金，日日計，營收寥寥無幾，日日都係虧本經營，純粹替地產商打工，陷入越做越蝕，唔做又要賠違約金嘅死循環。第二，固定運營開支極度沉重，人工同能後成本持續吞噬利潤。大型餐飲門店嘅運營極具剛性，完全冇按需縮成本嘅空間。只要門店開門營業，全場中央空調、抽風系統、燈光照明，後廚大型爐具設備就要全日運作。近年香港電費持續加價，每日能耗開支已經係一筆巨額固定支出，人工成本壓力更加致命。一間巨型旗艦鋪需要配置完整嘅前廳服務、後廚操作、清潔保嘅倉儲管理團隊，就算客流大減，都要維持幾十人團隊先可以正常運作。而香港餐飲行業長期招工難、人工貴，基層崗位月薪年年上漲，再加人員流動性大，培訓成本高，一間大型門店每月人工、能耗、維保等固定開支，隨時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港元。喺營收持續萎縮嘅情況下，巨額固定開支不斷蠶食公司存量利潤，令虧損持續擴大。再加當年簽下嘅租期極長，提前結業要賠付巨額違約金，持續營業就持續虧損，進退兩難，無路可退。第三，消費心態迭代，飲食文化斷層，老牌業態徹底被年輕人拋棄。而家香港餐飲嘅消費主力已經全面換血，年輕一代成為市場核心。佢哋嘅消費審美、需求偏好、體驗標準，同傳統老牌餐飲完全脫節。美心多年嚟堅持中央廚房預製、標準化出餐模式，統一食材、統一口味、統一出品。呢套模式幾十年前極具優勢，夠衛生、夠快捷、夠平價，貼合當年市民嘅基礎需求。但而家嘅消費者早已唔滿足於食得飽，更加追求食得好好、有新意、體驗佳、性價比高。對比內地餐飲就一目了然，內地連鎖餐飲大多現炒現做，食材新鮮，菜品迭代快，裝修精緻，服務貼心。人均消費只係香港嘅1/3甚至一半。當香港人頻繁北上消費，體驗過優質平價嘅餐飲服務之後，再返香港幫襯美心老牌門店，只會覺得菜品陳舊、口味單一、服務刻板、價錢虛高。幾十年一成不變嘅菜品、固化死板嘅經營模式、只加不減嘅售價，令美心傳統大型門店徹底失去年輕客群。而家門店主要靠長者懷舊幫襯，客群持續老化，零新生客流補充，客流逐年遞減，口碑逐年下滑，淪為無底虧損泥潭，係時代淘汰舊業態嘅必然結果。將大家樂同美心兩大巨頭嘅絕境結合分析，我哋就能睇透香港經濟最殘酷嘅真相。香港沿用幾十年嘅地產霸權，綁定餐飲商業模式，已經徹底走到盡頭，全面崩塌。過去香港飲食業嘅繁華，從來唔係源於廚藝出眾、服務優質、創新吸力，而係源於地產資源壟斷形成嘅封閉生態村。全港優質商圈，地鐵上蓋黃金鋪位，全數集中喺幾大頂級地產商手中，資源高度壟斷。大家樂、美心呢類資金雄厚、客流穩定、經營穩健嘅餐飲巨頭，係地產商最中意嘅合作對象。雙方形成穩固利益同盟。地產商起商場壟斷黃金鋪位，優先租俾頭部餐飲巨頭。餐飲品牌靠壟斷區位唔使競爭穩定賺利潤，再將大部分營收以天價租金承息，
雙手奉還俾地產商。喺呢套扭曲模式之下，香港餐飲業慢慢淪為地產商嘅打工工具、賺錢機器。市民外出食飯，使嘅每一分錢，大部分都係幫餐廳交租俾人工，真正用喺食材本身嘅成本，可能只係1成幾，最多2成。一頓快餐幾十蚊，一頓現值幾百上千蚊，過半支出都係為地產霸權嘅夜價買單。喺過去交通閉塞、選擇單一市場封閉嘅年代，市民冇得揀，只可以被動接受呢套高價低質嘅消費體系。但隨住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全面成型，跨境交通越嚟越便捷，香港消費者徹底打破地域自覺，半個鐘跨境通勤就可以由香港核心商圈直達深圳。廣州享受食材成本佔比高達3-4成真材實料，性價比翻倍，體驗全面升級嘅優質餐飲。消費者用腳投票，用消費選擇，瞬間刺破香港餐飲依託地產壟斷築起嘅虛假泡沫，高價低質壟斷經營，為地產打工嘅行業真相徹底曝光，舊有商業模式嘅生存根基全面瓦解。大家樂大股東看透結構性頹勢，索性放棄經營，財技套現，美心重倉總資產舊業態徹底跟不上時代，陷入無盡虧損。兩大巨頭嘅困境從來唔係個別企業失誤，而係成個香港飲食業結構崩塌嘅縮影。面對行業寒冬，兩大巨頭並非完全冇自救動作，但佢哋嘅自救全部都係透支口碑、犧牲用戶、壓榨員工嘅短視操作，只會加速自身衰敗。以大家樂為首嘅港式快餐品牌，自救核心就係2個字：節流。最直觀嘅改變就係全面推行自助點餐機、手機點餐，大幅裁減樓面服務人員。而家去港式快餐店，幾乎見唔到店員協助點餐，全程自助操作。年輕人尚且適應，但好多長者唔識用、唔識操作，排隊10幾分鐘都無人協助，用餐體驗極差，服務溫度全無。更加離譜嘅係明目張膽偷工減料，壓縮食材成本。近年無數市民網民投訴，港式快餐經典菜品數全面崩盤。豬扒飯嘅豬扒變薄，肥肉居多，口感乾柴；炸雞份量大幅縮水，外皮厚肉質乾。經典港式奶茶茶底變淡，奶香盡失。部分門店甚至用工業乳化劑替代傳統手工拉茶工藝，徹底拋棄港式餐飲嘅靈魂同特色。企業以為靠減食實材減人工就可以守住利潤，對沖營收下滑，但呢個操作只會引發惡性循環。餐飲行業嘅根本係口碑同性價比，每一次降質減料都會趕走一批忠實老客。客流下跌之後，企業為保利潤，只能繼續加價、繼續縮質，進一步透支口碑，最終陷入客流業績、口碑全方位崩塌嘅死循環，徹底失去翻盤機會。美心嘅自救同樣治標不治本，被動乏力。面對巨型門店持續巨虧，美心選擇壯士斷臂，收縮規模，陸續關停，縮減傳統中菜酒樓、大型旗艦鋪，剝離虧損重資產業態，將資源轉向星巴克、元氣壽司等輕資產授權品牌。但呢套轉型思路同樣存在致命短板。而家香港年輕消費者追求精品化、個性化、高性價比嘅新式餐飲，千篇一律嘅連鎖授權品牌早已失去新鮮感同競爭力。內地新式茶飲創意興食，特色餐飲持續入局，靠新型產品貼心服務、親民定價、年輕化營銷，快速搶佔年輕市場。美心依賴嘅傳統授權品牌早已失去紅利，靠品牌光環躺賺嘅時代徹底終結，轉型完全追唔上市場節奏，無法擺脫業績頹勢。兩大餐飲巨頭嘅衰敗，俾所有香港市民、散戶投資者、行業從業者帶嚟極為深刻嘅警示同啟示。對於投資者嚟講，必須徹底摒棄過時10幾年嘅老舊投資思維。過去大家追捧嘅民生剛需防禦股、穩健收息股，喺市場結構性變革、行業邏輯重構嘅今日已經超然變成隱形風險炸彈。判斷高息股值唔值得投資，千祈唔好只睇派息比例同分紅金額，最核心係睇分紅資金來源。如果分紅嚟自當期主營業務利潤增長，先至係真優質利好。如果企業業績持續倒退，主業冇增長，反而透支存量資金超高派息，絕對唔係利好，係大股東睇死後市，提前套現離場，轉移風險嘅危險信號。散戶貪圖短短1-2年嘅高息，隨時要承受股價腰斬、資產大幅縮水嘅長期巨虧，絕對得不償失。對於每一位香港市民、普通消費者嚟講，都要認清一個殘酷事實：香港飲食業嘅陣痛調整先至啱啱開始。行業洗牌、業態淘汰、品牌出清嘅浪潮仲會持續好耐。
未來幾年，我哋會見到更多老字號、大型連鎖經典門店陸續結業、收縮退場。好多人會覺得可惜，覺得唏噓。畢竟呢啲品牌承載住幾代香港人嘅童年回憶、本土情懷，但係市場永遠殘酷，永遠公平。時代巨輪唔會為情懷停留，唔會為回憶讓步。長期依賴地產壟斷紅利，不思進取，拒絕創新，靠住區位優勢收割消費者嘅老牌企業，終將被時代淘汰。而真心做餐飲、重品質、重服務、貼合消費者需求、主打高性價比嘅新興品牌，先至可以喺行業大地震之中站穩腳跟，逆勢重生。香港餐飲靠壟斷、靠紅利、靠地產霸權嘅黃金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未來嘅市場競爭終將回歸商業最純粹嘅本質，拼品質、拼服務、拼創新、拼性價比。睇到呢度，相信大家已經徹底睇清香港兩大餐飲巨頭嘅深層危機，以及背後隱藏嘅資本套路同時代變局。我想問下大家，你最近有冇幫襯過大家樂或者美心旗下嘅餐廳？你係咪都感受到食物越嚟越差，份量越嚟越少，價錢越嚟越貴？你覺得香港飲食業仲有翻盤機會，定係頹勢已經定局？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踴躍分享你嘅真實用餐體驗、獨到見解同睇法。我哋一齊交流，一齊討論，一齊拆解香港本地經濟嘅底層邏輯。如果你中意呢條接地氣、夠深入、真咁講嘅乾貨片，千祈唔好吝嗇你嘅點讚同埋分享。記得訂閱我嘅頻道，開啟鈴鐺，持續追蹤香港經濟、資本市場、行業變局嘅深度拆解。我會持續輸出最真實、最透徹、最貼近香港民生嘅原創內容。下期繼續同大家拆解香港經濟背後唔為人知嘅深層真相。我哋下期再見。